今年2月、3月美国的太空总署 NASA 派出科学研究的飞行机来台湾的中南部进行观测。这是 NASA 甲台湾各有东南亚国家做伙推动的七海计划。今仔嘛公布研究的成果哦，指出讲伫3月13日天，台湾有境外污染，离地面2公里远的臭氧的浓度是非常的悬。统计嘛指出讲，台湾境外来的空气污染哦，恐惊是占1半以上。NASA 派出2台科学研究飞行机，今年2月甲3月来到台湾中南部执行7架次的研究，配合地面超级7站，这摆的任务有重大的发现。3月13日迄天，让到离地面2公里的大气当中有浓度真悬的臭氧，至少是平常时无空气污染时阵的3倍。这污染物会透过顶下站的对流影响地面，初步判断至少占迄天1半的污染量。像这样的一个对比的实验，就可以看得到很多呢，以前我们所不知道的。那也验证了即使是在春天的时候，都还有境外的传输，而不是只有秋天跟冬天而已。环境部表示，过去敢若会当对地面监测到污染物的浓度，即摆对大气资料佫会当掌握到现况。研究也显示，中国的境外污染物毋但是会浮的有粒仔，臭氧也会大量传到台湾。部长裴启明指出，研究显示台湾有害的空气污染物，亲像是 PFAS、全氟烷基化合物等等，浓度并无日本、韩国遐尔悬。台湾的空气品质不会输给日本跟韩国，我们整个先进的国家。那目前来看的话，整个有害污染物的浓度都明显的比他们低很多。部长裴启明指出，这摆的研究希望会当找出更较侪也未列管的固定污染源，改善空气污染更较有效率。另外也表示，环境部也研究咧进行跨国的合作，来发展空污卫星。有空污卫星，就会当伫区域甲全球的空气污染防治顶头扮演更较重要的角色。记者综合报道。